后再进入热烈的掌声，感谢我们来自巴厘岛的4位音乐家，谢谢你们。我想在座的各位今天晚上一定会有一个好梦，带着我们曼妙的音乐，来自我们苗寨的龙仙娥的歌声，还有来自我们巴厘岛的非常清新凉爽的佳美兰音乐。祝大家有个好梦，再见，晚安。